喺6月2號晚，豪仔嘅 YouTube 頻道終於鼎爺現身啦！呢條號稱我和鼎爺首條 YouTube 片啊，標題仲有笑容添，短短9個鐘已經去到24萬 view， 大受歡迎。咁呢條片究竟講咗啲乜嘢呢？我覺得好精彩啦！我會同大家一一剖析。歡迎嚟到新新世界，我係新新。中意我內容朋友請 like 同 subscribe 我頻道，多謝大家。我哋翻返嚟內容啊，咁呢條片呢，即係第一點啊，就係你見到一個好開心嘅鼎爺，好有精神狀態。大家同我一樣啦，最期待就係見到你嘅樣啫嘛，即係唔係之前愁眉苦面啊，或者另一個訪問就係即係要鬧X 街仔啊咁樣。咁呢個就係鼎爺咯，即係真，即係其實鼎爺廚房當年咁受歡迎嘅原因就係好真，即係主要我上面有啲訓話，講翻啲閲歷啊，以前細個係點啊，呢個係個主持風格，同埋佢講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鏗鏘有力、字字清晰、中氣十足。但係今日呢個訪問我就要從呢3點去講，你睇到啦。鼎爺嘅語速係點，都係好清晰，即係好快嘅節奏。但係咬字咧，我覺得得80%。咁個原因應該係中氣唔夠，佢不嬲嗰個用字用嗰個中氣係用得好強，所以好響亮。咁今日我聽到你把聲咧，其實我有少少陌生感，但係我都會俾8分，因為個聲音唔係我最熟悉、最中意鼎爺嗰種聲音。我相信有聽嘅朋友都應該同我差唔多意見。咁但係佢翻嚟，佢有翻嗰個反應，即係你睇同豪仔對答啊，佢有翻嗰個基本反應喺度，同埋好清晰嘅，即係講翻啲回憶嗰種反應都係好清晰嘅。佢個狀態講出嚟，你從我哋又可以去翻外表去剖析翻佢。依嚿係最似我嘅格仔恤衫，我諗真係好多件，我都有幾十件。咁今日最好嘅地方就係冇咗嗰件牛仔褸。呢件因為而家30幾度，你仲着住牛仔褸去出鏡咧，真係會令人擔心你嘅健康。咁就冇呢個問題啊！今日，但係就會睇到佢真係好瘦。嗱，佢不停喺個片度隻手去掩樣，大家睇到佢嗰種咧，隻手咧即係好幼啊！即係未至於去到皮包骨嘅，但係都係偏瘦得好緊要。面部嗰啲肉咧係多過之前，即係30年思明梳禮嗰陣多過。頸巾都係見到佢好顯然，都係瘦。我估計肥翻4-5磅左右。精神狀態不過咧冇剃兩邊嘅髮鬢。其實佢不嬲做鼎爺廚房成日剃清，咁執埋會更加精神啲。但係最重要就係解答晒大家疑問，佢翻咗嚟啦，就係有嗰種狀態，係爭嗰個中氣十足，嗰把好響亮，直情每一個字咧可以讀到鏗入你嘅心度，仲要夠快。呢個係我好欣賞鼎爺嘅，即係如果佢作為一個電視藝人啊、主持啊各方面咧，佢咬字係做到非常之好。我節錄咗少少呢條片俾大家睇下。嗨，大家好，豪仔啊！得，嗱，我老豆終於同大家見面啦。Hello。嗱，老豆係全香港人，甚至全世界嘅華人都好支持你。多謝，亦都真係好擔心你。冇事。你有同交代下。嗱，我有個細仔啦，同細新母咧照顧得好好，關心到我，樣樣服侍我。我個健康咧一日比一日極速得好快好，因為佢哋對我太好，即係度照顧住我啊，斟茶遞水啊，我唔使出聲，佢都做到好好嘅。其實而家我老豆咧就食多咗嘢，你而家一日食咗幾多餐？4餐到啦。4餐啊！佢之前係唔係好肯食嘢咁啦，即係我同我老婆啦兩個輪流，即係氹下你食嘢啦，氹到佢食嘢啦。乜都有啦，又氹我，又逼下我啦，又要細心好啦，你仲食幾多嘅？咁講翻佢基本上嘅內容啦。咁佢嚟緊 YouTube 究竟會拍咩片咧？即係鼎爺
咁我簡單歸納咧，因為佢講得比較雜亂，即係我覺得第一點咧就係我鼎爺在電視台的日子，咁呢個係一個課題嚟嘅。咁佢首要會講咧就係香港81至86入邊，即係佢嘅回憶啊。咁香港81至86咧，佢係做呢個李威啊。如果大家知係銀禧小店入邊一個好重要嘅，即係員工啦，一個好有趣個角色啦。咁佢會講翻回憶，我覺得唔止嘅，因為再發展，因為喺電視台嘅日子實在太長，即係唔知 TVB 有冇統計。我諗佢可能係一個紀錄嚟嘅，因為7幾年做到而家，其實一般嘅 TVB 員工真係應該60幾歲就退休，但係81啦都未退休。咁我相信即係只有阿姐可以同佢媲美。咁呢個電視台嘅日子，佢真係大把嘢發揮，因為佢講過連阿姐都俾佢鬧過。咁我哋講咗好多關於李榮豪，咁我呢一 part 就會歸為鼎爺與李榮豪嘅日子。咁啊，豪仔希望佢咧係講翻佢同我一齊嘅睇法同回憶，譬如佢做童星嘅日子啊，鼎爺帶住佢拍外景，即係阿李榮豪啊第一個赤腳紳士嘅童角啊，第一個外景就係阿鼎爺陪足佢去拍嘅。咁佢話講翻好多佢帶住佢拍戲，去做童星嘅角度啊，即係佢講做童星嘅角度，大家一齊去回憶翻咯。咁另外就又會講翻佢好多嘢嘅，帶佢騎馬啊。不過鼎爺話自己唔騎馬噶啦，因為80歲一跌就好大鑊，所以咧就係佢會睇李榮豪騎馬，不過佢好恨騎，不過都係唔會騎啊。呢個第二 part 啦。咁第三 part 咧就係煮餸。咁煮餸係咩咧？煮餸咧就係原來佢哋網民留言咧就要求佢買餸、煮餸，同埋同阿新抱仔啊，即係同阿 Alice 啊豪仔太太啦一齊煮。咁啊鼎爺講咗冇問題啊。跟住嗰 part 咧，第四 part 咧就係電影往事啊。咁啊，再你提到阿鼎爺其實拍好多戲啊，由武師出身啊。咁由邵氏武師講起啊。定係拍西片咧，咁佢舉咗例子，譬如《上高 and Dam》《上高雲頓》，跑到權霸天下咧，就鼎爺有份做。咁佢哋又會一齊回憶翻啊呢啲啊，或者甚至去 location 啊，即係豪仔主要拍嗰啲 location，即係金色對比嘅各樣啦。最後一 part 咧就係鼎爺強項啊，典故。咁其實佢細個係一個廣州嘅大少爺嚟嘅，即係好多記憶咧就係廣州嗰陣時嗰啲風貌啊，各樣啊，或者係香港即係7幾8幾嗰啲佢記得嘅風貌各樣，就同大家做一個集體回憶，聽落去好豐富，豐富到我都唔知豪仔拍咩先，仲要點拍？其實唔容易㗎，你拍晒咁多片又要去外景，雖然你諗住做一條短片啫，即係10零分鐘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。咁你問期待值？咁期待值最高嘅，梗係父子互動啦，即係比較新鮮感強啲啊，多人物呢個叫雙打，即係畫面上都會即係有趣啲啦。另外就係鼎爺嗰啲回憶，其實我覺得鼎爺好強嘅做回憶，即係我如果睇我片我都舉例，佢嘅出處其實就係因為男人食堂有一集，鼎爺做嘉賓講咗大量李小龍嘅往事，但係佢嘅 presentation 啊，即係個表達咧，非常之有趣，即係成晚焦點都係佢，就引發咗就揾佢做綜藝，再引發鼎爺廚房。其實佢回憶呢啲咁嘅往事，佢成日都揾到啲好有趣嘅出嚟講。咁當然典故啦，我都會覺得好精彩，即係偶然講下啲廣州典故啊、香港典故啊，即係整句金句咯，人無3尺高，肚裏3把刀。咁啊，全世界都識，而家香港都識呢幾個字啊！呢個咪係佢強項咯。即係我覺得去到佢呢個年紀咧，其實未必需要下下煮，反為你又展現翻你另一個才能咧，就更加令人哋印象深刻。但係煮餸我自己真係有個提議，因為我睇過李榮華同阿思明嘅訪問咧，佢經常都強調呢個訪問呢兩位咧，就係話鼎爺最好食嘅喺佢眼中就係豉油雞，但係好遺憾，鼎爺廚房係未煮過呢個餸。
我反為好希望佢整一個家人食譜系列咁樣，即係唔使好複雜。咁呢條片咧，其實俾我感覺係佢唔係大製作，佢又好簡單，擺部手機拍嘅，即係睇知擺部手機就咁拍，或者擺部好細 cam 拍啦。但係佢夠基本，夠真。其實有陣時啲片咧，我覺得唔使拍到好複雜，即係某種類型。譬如佢而家呢啲，佢兩個人喺度講嘢，你夠真就得㗎啦。你知唔知我睇到咧43秒，43秒咧，佢打咗個喊路喎。佢打咗個喊路咧，我笑咗出嚟啊！又冇 NG 嘅喎，即係冇諗住再拍嘅喎。我真係覺得幾好笑，幾真啊！呢啲片呢啲咪風格咯。即係有陣時，我覺得咧 YouTube 啲片就唔使拍得好複雜。即係好似阿猴仔而家呢條片咧，其實好簡單，咁擺個 cam 啊或者手機嚟拍啦，一個 short 值咯。咁我睇到43秒啦，見到個頂爺打喊路，仲諗住個喊，我繼續去嘅咯，冇 NG 喎。咁呢啲片係咩？呢啲片咪夠真咯。有陣時我哋睇啲咩，即係如果我要睇好有製作，我睇電視台啦，就係想睇一啲好真情嘅一面啊嘛。呢個先係最緊要啊嘛。咁啊，祝阿鼎爺身體健康啦，越嚟越好啦，快啲拍多啲片俾大家睇。今日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